水星逆回天蠍座，揭開問題的本質。事情應繼續還是結束？水星逆行上週喺人馬座展開後，明天將會再次回到天蠍座嘅深海，促使我哋喺企圖越過阻礙之前，先解開問題嘅症結所在。早前水星與火星同在人馬座嘅效應下，令人想要迫不及待咁奔向目標，然而五星逆行卻令事情陷入膠着狀態。你會感到有心無力，或努力卻只得屢屢撞牆嘅無奈。你以為策劃好掌握好，但當中嘅人事物卻不斷出現變數，令計劃總是趕不上變化。當水星退回天蠍座，我哋檢視問題時，需要更深入探討本質與核心嘅價值，而並非流於表面嘅解決方法。人際相處嘅拉鋸裏，需要做嘅並唔係單單邊個願意口頭上許諾與答允，而係去探討本質與價值觀上嘅差異所在。牽涉利益嘅合作關係裏，需要嘅並唔係單單邊個爭取到得益，而係看清對方嘅出發點與動機。然而，真相通常醜陋得難以令人接受，因着水星退回天蠍座就受到天王星嘅衝擊。當看清人事物更真實嘅一面時，無可避免地會受到某程度嘅震撼與打。嗰啲原以為可以草草了事嘅問題，原來牽引着更深嘅價值問題。或許任何一方都沒法喺一時三刻作出調整，造成更根本嘅矛盾與角力。水星回到天蠍座後，夜空亦隨即迎來一輪新月，屆時自會更清晰地看見嗰啲事情、嗰啲關係，值得繼續下去，定係應該把一切都畫上句號？事情